我首先撳 Facebook，然之後呢邊人頭呢個位置有個選單，着落去有個廣告管理員。咁喺你連接咗嘅情況下，你可以喺呢度冇揀你自己帳號，揀呢個商家管理組合，撳入去揀翻自己一個商店啦，跟住建立帳戶。鑑於我哋整好晒所有嘢嘅情況下咧，我只建議客人都用銷售量同埋流量嘅。銷售量會係最大化轉換我哋嘅銷售額啦。咁我建議大家都用呢個。呢個係改名嘅，咁唔使 set 其他嘢，呢度淨係需要 set 翻個價錢就得啦。譬如100蚊咁樣，再改翻個名啦。誒、轉換位置永遠都揀網站啦，當然都係取得最多轉換次數同埋資料，就睇住有冇感貪好。如果冇嘅話，就永遠都揀購買咁樣轉換時間，唔使 set 呢啲其實都唔 set 住。跟住呢度呢度幾重要嘅，譬如我哋 set 年紀高少少，之後再 set 翻地區，可以 set 再 set 埋澳門，你就會見到個受眾會增大嘅。咁點樣可以令佢精準啲咧？就首先呢個建議廣告受眾都要用啦，呢個係俾 AI 用嘅，性別假設揀女咁樣，你就會見到越嚟越精準。跟住譬如你想揾唔同興趣咁樣，skincare 啊、UVB 咁樣等等咁樣，跟住版面都唔需要設計啦，廣告就建議睇住身份呢度唔好錯，跟住現有貼紙。誒、可以揀啲 Facebook 同 IG 都有嘅 post 會係最好。假設係呢個，你會見到一個叫誒、呼籲字句增加按鈕，永遠都揀小心呢度唔好錯，因為如果你冇呢個新增按鈕嘅話，你出廣告係人哋係去唔到你個網址。跟住麥森先生啦，假設想 promote 呢個產品，copy 呢條 link 擺上去，咁佢哋就會去到呢度，你就會見到下邊有個馬賽克。當睇完條片，佢就會彈出嚟。咁呢度記住剔翻佢啦。跟住你可以選擇喺廣告組合，同埋我都建議喺同一個廣告組合再開多新個幾條唔同嘅片嘅。跟住當好簡單嘅啫，都係有 post 揾啱你想推嘅，就係咁，都係新增按鈕。
打上光光，記住剔翻，跟住你有啲打開佢之後，盡量都喺廣告中入邊開呢個廣告咁樣，咁樣先可以令個 AI 學習到更多。跟住你當你發布咗之後咧，你要俾佢温打彎一個星期內，咁佢哋先會有真正嘅數據。如果唔係，佢係學習唔到，並且你係從中完全冇得益之餘，仲要唔會加入收入咁樣。